姐姐们登陆北港喽！哎，这里好像是我们海贼王开台组岩石体的发基地耶！要不然我们拿着藏宝图来找找当年开台组的踪迹，你们觉得如何啊？好啊，好啊。老大，接下来要去哪里？我看一下藏宝图啦，要去那个爆马亭。老大，什么是报俾我听？报贝亚秉持妈祖精神，是队伍的先锋者。除了探路外，遇到沿途有居民触犯禁忌，得需通知回避呢。原来是安尼啊，老大太厉害了。喂，我拔到就有呢。我带你们去吃阿峰油饭面线糊啦。下午什么特别吗？当然有啊，风趣的老板加上创意的料理，蛋黄闯入面线糊中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哇，吃得好饱，接下来要去哪里寻宝呢？我们先去朝天宫拜个平安，要去感谢妈祖，让我们能够顺利登陆北港啊！哇，现在感觉心灵好平静哦。对啊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安心的继续挖宝喽。走，我带你们去水稻头文化园区。天啊，要创啥咪嘞？欣赏北港最高的建筑物水塔，里头是北港游客中心，提供许多旅游资讯服务哦。大家肚子应该都饿了吧？我带你们去老寿鸭肉饭补补身体。太棒了，又有东西可以吃了。不但味道鲜美，Q 弹的鸭肉配上独特的酱汁，是回乡游子必吃的经典菜肴呢。想睡了是吧？是啊，我们的脚都沾满柠檬了。那我们一起回船舱休息吧。它的前身是银行，来到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充满着爱与温暖。你们知道北港有甲鱼肚吗？真的假？我拢无听过呢。对啊，那是以前穷苦人家为了享受鱼肚，但又没钱买，只好用炸过的猪皮碰回来止饿啊，所以叫甲鱼肚。耶！终于充完电喽，接下来要去哪边呢？我带你们去充满文艺气息的北港工艺坊吧，它是以北港工艺产业为主体的据点，让我们带着热爱历史文化心，一起体会传统工艺的美妙之处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早期的电影院咯。那要去哪里看呀？振兴戏院啊，当年是间